另外有一只货船号做新丰轮，初七的时阵要歇伫咧金门，不过却是无细致弄到码头船全咧入水。因为情形已经无法度控制，所以初八透早，船长决定要放弃这只船，先甲船员拢送去香港所来安置。也若海面甲岸边有淡薄仔漏油，即马航港局是已经叫船头家赶紧处理这个漏油，甲船驶走，若无就爱食罚单。岸边漂着袂少物品，无偌远的所在也有货柜卡伫岸边，原来是有货船机器沉落去。货船新丰轮初七要停靠金门湖区，无细致去弄到码头，造成船舱入水。因为入水严重，电力钻失，加上船身出现起气，船长初八透早宣布弃船，通报海巡人员协助。爬上来，跨出去，跨过来。9名船员由海巡兄弟全数接送到湖区乡公所安置。乡公所提供饮食之后，也请医生观察因的身体状况，暂时拢无问题。我们有提供干粮跟水给他们，饮食方面应该都不成问题。早上还好了，那我们都有请医生帮他们看过了，都没有问题。因为货船入水渐渐沉落去，海港局调集海巡署、金门县政府等单位举行紧急应变会议。因为观察海面甲岸际有少量的浮油，已经督促船方派船吸附油污。金门县环保局请船员利用船坑伫乡公所的暖油瓶协助紧急处理。港务局有开协调会嘛？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说，因为他们这边油脂的问题，怕油脂会污染海洋嘛，一些备材在我们这边。紧急状况的话，可能他们的船务公司会跟他们借。我们也一直督促派船去吸附海面的岸基油污，到尽速来偷油及船体的移除。那如果不能按照我们规定的话，我们会依香港法及海务法来做一个裁处。考虑新丰轮的正平船底有大约10公分的壁船一直入水，经过确认，船底存的油料有柴油3吨、花油加液压油432公升。也有废油60公升。港务局除了要求船方尽速完成海事拖救委托，也要求初9早起9点进前提报抽油计划书送审，无依规定完成，会依相关法裁处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